这水。哇，哈哈，水呢啊，你看，够水啊。嘿嘿，我无看有钱。莫要客气啦。哎呦，你看。好，对，像那个，就是要像阳光，有光的地方它会开得很漂亮。哦，谢谢。安尼是买什么色的较好哩？都唔买什么色？嘿，唔买什么色的较好哩？红水。哦。嘿。唔买什么色的较？红的甲紫色的。你买爱几类？两类尔啦，红的甲紫色的啦。红的跟紫的。为什么男生都喜欢紫色？刚才那个有没有人买黄的啊？有啊有。刚才那个美女。没有，刚才那个阿伯啊，伊买。你要比较开的还是比较不开的？不开。有一点，快要过年了。他们可以撑几天呢？你回去啊，就减一点点，减一点点这样。我要。还可以找10块。是。我姐要找10块哦。一鸡蛋20块啊，袂歹。哦，偌水嘞，偌好嘞，偌欢喜嘞，佫会当一礼拜好个当甲拜拜。哦。这迄个较歹啊，这叶我甲伊用起来，哈。叶会当拆开啦。拆起来，啊，才甲切起来，啊，就有迄个果冻遐，啊，就会当迄个抹手啊、抹面啊。哦，好味哦。春的时阵，咱就佫有迄好味哦。泡茶。哦。春的家泡茶就像安尼。哎呦，含这来做。嘿，泡茶哈，嘿，啊，你用烧茶。含迄来做食品去咯。听起来足好诶，当养颜美容，10块钱找你。我讲囥久会当安尼。啊，这个大计换水无？嘿，换一条，啊，加一底仔套加，啊，加一底仔套加，啊，换安尼换一撮水安尼。我爱开，爱这上好就是爱有阳光线的所在，它会开较水。我做地下文的哦。啊，等咧坐船啊，坐船啊，坐偌济钱呢？迄是乌沙滩水吼。今年还有咧坐船啊？有啊，今仔拢太阳能诶。我民国60多年坐啦。哦。坐去迄大埔寮，感觉有大埔寮。有啊寮，有啊寮，嘿，有啊寮。大家迄种大埔寮。嘿。有哦。有。讲迄船啊，敢会当坐去到大埔寮？即阵较无可能啊，即阵拢伫外口遐。哎呀，即摆水源啊，较无遐济。无较早拢会当西口、东口拢会当坐。真诶哦。哦，是哦。啊，要坐一间偌济？阮卖票